那些事儿。现在王老师回来了。哎，王老师是回来了，可是王老师根本就放不下前妻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雷闪闪要是这时候趟着这滩洪水的话，那他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自虐。那他能忘得了王老师吗？他要忘得了王老师的话，他不是早找别人了？再说了，他们俩现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那旧情复燃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！你俩能不能闭嘴啊？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。看来我真的得回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呀？继续走婚？问的什么问题你？你这问题问的我都答不上来了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我才问他嘛。啊，那你说，我连属于我自己的生活都找不到，这是可喜还是可悲？这件事不可喜，也不可悲。我觉得吧，你現在心里是有一个结，如果你要想重新開始，不把這個疙瘩解開是萬萬不行的。唉，冬眠說的對，王老師他不可能不去照顧他的前妻。其實我帶你去醫院吧，我是想把真相告訴你，讓你知道真相。但是我是想讓你面對這個真相，而不是像鴕鳥一樣把自己的腦袋埋在沙子裡去欺騙自己，整個世界是黑的。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呀？我要是你的話，我就去醫院，幫着王老師一起照顧他前妻。照顧他前妻？對呀。那我以什麼樣的身份和立場呢？王老師的學生，他的愛慕者，還是別的什麼？關鍵不是以什麼立場去，而是你敢不敢去。我覺得你現在之所以猶豫，是因為你害怕，你害怕面對王老師的前妻，害怕王老師再次拒絕你，害怕別人看你的眼光，對不對？本來就害怕，你不害怕嗎？你什麼事兒都不怕嗎？我有什麼可害怕的？我告訴你，雷閃閃，不管發生